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前2天在高速公路顶头产生了一个车祸，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这个代志凸显着游览车又搁出问题吗？游览车的司机讲是惊超速，才会赶车，才会来出人命。那么限时呢，本来是为着要惊伊疲劳，才来改正。到底是安怎改，才会大家拢安全，搁好来趁食？今仔日咱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已经是40年的老司机、职业驾驶，嘛是咱台湾游览车发展协会理事长李锡嘉。大家好。那么第2位，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副理事长林志学。大家好。第3位，交通专栏作家林碧芬。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这件高速公路顶头发生的这个车祸。新店有一间科技公司的员工旅游，包游览车要去到云林来佚佗，想袂到伫到国道3号倒落的路段发生了车祸，造成了员工某囝2个人死亡。另外一台煞去互弄甲变过去的轿车，车顶2个人嘛过身。那么游览车司机讲是为着赶时间，惊会才来超车，才会来造成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游览车头前挡风玻璃规片消失，车头嘛有几落位，车底嘛无去。边仔的银色小汽车并车弄一个规个变形，警消出动抢救，不过车顶2个人已经无性命迹象。自小客上面2人，游览车上面2位欧卡。坐伫游览车最后一排，一家伙4个人，其中员工家属一对母仔囝，虽然有下安全带，毋过好亲像弄伤大力，座位边仔的车窗破一大坑，12岁的查甫囡仔当场无命，妈妈送医抢救了后也不幸死亡。车子偏移之后，有一点快要侧翻的情形，就去插到隔音墙，可能就是因为车体破裂撞到那个玻璃之后，有拖过那个隔音墙，所以造成这个小男童的死亡。新店某一个科技公司员工家庭日去云林古坑游乐园耍一天，游乐车好亲像超车无适当，发生严重车祸，造成4个人死亡。公车员工是讲游览车驶了真无稳。他的开车的那个方式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感觉上有一直在超越其他车，然后就是开车不是很平稳，就是会一直晃。我拢超100。哦，哎啊，有人家超过100，好车的时啊，我有较紧淡薄，因为因有讲赶时间。驾驶坦白承认，为了赶时间超速行驶，警方查看俗称大饼的行车记录纸，嘛确认超速。根据公路局监理资料，游览车是11年车，顶一届检验正常。4弹的驾驶民国85年得到营业大型车的执照，无啉酒驶车的记录。不过有10笔违规记录已经结案，公路局已经组成事故应变小组进行后续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这新闻大，看到真现场真惊人。但是呢，游览车在过去啊，大大小小的事件不少。然后唔是讲挑工讲游览车，这是游览车的司机大哥嘛有话他们讲。那么对着这个行业嘛，我相信吼，理事长，你的内底你所知的这个基站哦所面对的问题，你甲咱看吼，这个司机大哥是安怎要一路超车？你家己的直觉，还是讲你有观察到什么代志？这款的是实际代志，唔是直觉啊。这个司机犯了不该犯的错误，而且是很低阶、真低阶站的错误。真低路的错误。对对，因为做事唔是单一的这因素所造成的，一路一直累积这所谓的因素，然后堆积起来就是重大肇事了。惨不忍睹。台湾每一段时间过了后，就是来一趟。即阵咱伫录影的中间，我甲你讲，外口嘛是搁弄啊，8台过做一伙，人也搁伫咧车骹拖还袂出来，身后随刀。所以讲，对即款的我从事即个行业吧，遮尔久啊，
看了搁再看，然后徛在专业的立场嘛，有甲政府机关吼做过建言，但是这官员就是讲哦，你讲你的，我重要，我是顶悬官大的公照算，咱来讲这件就好。这个司机我所知影，7早5日就出门，吼，出门了后去到报道的所在新店嘛，了后载着人啊。哦，落来到国道，迄个9点外的时间，哦，就已经落来到遮，有真紧无？真紧啦！其实游览车是安尼，正当的操作是吼，一个心态比啥较重要。游览就好啊嘛，大道大暗嘛。你不是要赶就要上机台、上机啊？我们虽然是任务型的驾驶哦，不是休闲型的，没有错。但是今天你任务驾驶，你应该更具备有较充分的这种所谓的知识嘛，哦，知识甲你的所谓的技能，人客讲伊咧赶，拿我来讲，我赶你的啊。但是我嘛是会甲人客笑眯眯啊来讲，哦，不要紧，我尽量。你会使将你的命甲别人的命看喺底下害吗？根据伊所后壁媒体所报出来这个现象啊，足简单的，伊规路超速尾啊，我会讲法啦，因为真正的报也未出来，因安会嘛无遐紧出来啦。吼，这中间伊从迄只细只硬型的安全岛去找。哦，过去找到迄段拄好有迄个所谓的隔音墙，哦，媒体咧讲，我看到一个铁机还有种有数啦，迄就是伊骑落的时阵，因为我们是前旋轮的车子，前旋后旋，等于雄立一只过上，搁拖咧行，看到要弄到头前啊，伊才回魂转来，转过来。这一摇摆的话，后面的就整个挂到那个所谓的隔音墙。隔音墙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钢构，那个钢构比什么都硬，看一点你后边的窗遐，哦，一对母仔囝，哦，莫名其妙就安尼去啊，对，所以一路安尼操作，我上大怀疑就是伊本来就是拄久啊啦，这无人敢讲啦，事实就是安尼嘛，安尼摇摆，你看伊切来去，甲伊只碎只片到，迄个点，它的幅度是这么斜。对不对？就咧平去啊嘛，马术几百的速度的时阵，你hand到你现在转技术啦，就撇咧到美国去啊。小台车会使互你安尼转，大台车就算你转有过啊，但是你后壁面对的所谓的漂移现象，漂移嘛，规只车因为游览车悬。重心足大的嘛，李司长啊，听你安尼讲吼，咱要坐游览车，咱就无法度事先就去看到咧驾驶讲，伊到底是道德好还是安怎？无哟，哈，许做缘投忠言无？对无？啊是要安怎？是要安怎警啊？有啊，就是讲哦，无法度警啦。而且你今日靠讲这个公路总局讲哦，透过监理系统，监理系统讲哦，我们有这个资讯揭露。啊！你今日请倒一间的车牌号码，你若知，啊，你可以哦进入监理系统。啊，迄拢事后啊呢？迄拢是事啊，遐拢是以前这个司机哦有啥物记录啊？啊，但是遐记录必然是吼有效记录，因为为什么？有当时啊，尤其这几年来，阮定来就是被违规。被违规哦？对。安怎讲被违规？哦，这敢若听起来真新嘛吼。啊。阮敢若吼，比如讲计程车司机啦，伊即马吼，若较衰小的啦，吼，伊个一工吼，一年来伊会使载六个人客尔，6组人客，因为检举达人规条路走，咱今日讲临停啦，违规临停行到倒哦，这湘北都会区啦，你只要莫讲遐大台游览车啦，今日就小台轿车就好啦，嘛是叫检举，嘛是后壁就甲你翕啊啦。对，而且罚阮游览车是罚了，佮再毋是一元尔呢。咱咧比13个讲都赞加你哦，规身躯拢开去啊，就是安尼嘛。啊，用你的资讯揭露，酒驾这个人啊一按有酒驾，哦，啊这司机唔好，但是你知影伊酒驾，他之前是他这个酒驾的情境是怎么样？啊，伊是咧桥对不对？下班啊，桥都要叫。不是咧赛车。对，所以整个太阳你没有完全揭露，
哎呦，我又另外一说为了歌词保护，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就永远满年9啊，满年9万去挂黑呀吗？对不？你是不是什么时候这个不良记录就消掉？违停完了，违停10外项他违规10外摆，是安怎什么情境之下？哦，这就先咱来先停一下吼，这他理事长就讲，伊个人即赛车的风格。啊，第二就是咱如何要安怎来体检讲，这个司机是好还是歹吼？另外，我再刷来2位来宾吼，咱来看这图表顶头吼，定去用记点的违规行为啦。记一点是哪赛车哪讲手机啊，红灯吼，右转啦吼，我正手边啦，啊并停啦吼，或者是无拍方向灯啦。记2点的是超过8点钟。高速公路超速啊，违规超车路径啊，吼。第3点，记3点的是无流行人或者是视障者，吼，还是蛇行严重超速，等等危险驾驶、逼车闯人灯，这拢有咧记。但是咱就知影讲吼，一切错误拢是累积起来，就他理事长讲的，到底咱即摆现行的。管制着游览车，咱莫讲客运哦。管制游览车的这手段有够无够？咱就知影讲，拢有甲你记录讲，你敢会当驶10点钟哦？啊，安尼嘛是同款的出问题，到底是安怎？是啊，真像主持人讲的吼，有当阵吼，这个行业吼，即摆少年仔吼，较无爱入来啦，哦，因为吼可能讲咱做这道吼，做开游览车这道吼，劳动的这个条件较差，吼时间长。趁搁少，所以即摆吼足济已经即摆咧开的吼年费拢较悬，所以年费若较悬吼，开伫路面也要注意吼，迄有当阵就较慢，反应会较慢，常常咧开咧嘛开甲会拄久的即个情形嘛较济，到底讲伊即摆开伫即个高速，伊今日开甲拄久，伊前一暝是困几点钟？这可能要等警方调查出来啦吼，但是真唔知啊，伊前一暝敢困有够，伊若困无够，伊敢知影伊家己开偌济，这拢无一定啦。这条件遮歹吼，咱路设计嘛足侪问题，像头拄理事长讲的，咱路边凊彩停者就去用记点，因为古早你去停路边吼，较无遐严嘛，对不对？但是即摆大家关心着交通安全物件，路边你若凊彩停，大家想讲，你路边停，你向出来毋着甲我弄着。大家开始关心这个物件，我开始来处理这个路边停车的问题。但是咱足侪边啊，吼，要放人客，要接人客，拢嘛是挖边停。但是咱路边就无挖一空去互停啊。所以古早是马紧咧画红线，大家小放者，大家有看到小闪者吼。但是即摆就已经时代较进步啊，袂使搁安尼落去啊。咱路边就爱想讲，咱遮爱放人客，遮敢会放置。也是讲遮路爱小改一下，咱路做较细条，边仔留一旁吼去用放，挖一个停车弯。你讲的这个代志完全在台湾无实现的可能性吗？这其实足侪问题哈，你像讲最近这个行人地狱的问题吼，这嘛是大家讲足侪嘛吼，其实问题拢小夹做伙啦。一方面大家需要讲吼，咱车伫路顶咧行吼，行顺吼，行安全。另外一方面嘛是讲咱路边。爱做的这个设计，爱做出来。古早无重视嘛，发生代志，即摆大家来重视。你头仔佫讲了一点，因业绩无做呢，就是咱驶游览车的业绩是无做哦。那我来看这个图表，讲台湾的这个薪水吼，那做司机大哥月薪差不多3万至5万啦，这个底薪哦足低啦，高奖金啦。3万至5万。一句话来吼，来代表这游览车的寿星吼。即马游览车的处境是安尼啦，做有，食无，有趁无，趁走。比这个所以即马因为疫情的时阵发生了，真侪人因为无稳定的收入啊嘛，就走去走普滚达啦，走去走拖仔啦，连结车啦，所以无人要转来啊。你看做有食无，敢若趁走尔嘛？这个也就是说，劳动输出跟他的所谓的期待所得落差太大。我今日来到，所以无这3万至5万，你讲的就算，安尼好无？找你领。哇！
这真正3-5万都无哦。无啦，对，有啦，一寡甲你打工哦，保证偌济啦，吼，啊你准备走到迄个偏老位才绝对，因为大市场都已经。因为混乱跟这个情形都已经供过于求了，而产生了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了。啊，这个中间大概就是降价求售，对，所以做愈大的时候，等于是说在输血了，输血产业嘛。啊，猪母甲食无喷，那猪仔囝拢样样准嘛，所以状况哦拢出来啊嘛。所以咱看日本才有月薪讲超20万日币，吼。啊，欧盟咯，人伊讲吼，因实在是遮无清楚啊，伊讲袂使以驾驶的距离或者是载运的量来提供奖金或者是红利，吼，我唔知因是用什么来衡量啦。他山之石纵然可以借错了，但是咱这官员就是讲对于有路用的扣该拉力啦。今日实际上咱台湾的市场安那运作，吼，大数据他们有掌握了，但是就是不做吼。不会犯错了。我看到这目睭金起来，美国的司机朋友月薪是5500美金呢。对啊。你美国的司机朋友是5500美金。是啊。月薪哦。是啊。哇！啊，这咱真正有影差真济。今日我拄则讲的讲，迄句讲，敢若唱这个人讲烂摊啊共款，车谈车食车古钱无人疲劳单死，这是很直白的写照啊！啊，有人会听着啊！你今日讲外国安怎外国司机安怎使几点钟啥？这个当中从来没有你从这些政策的拟定没有从根部去解决，而是一天到晚来补这啊，让这个所谓的检举达人兴风作浪，只增加社会的仇恨值以外，有什么用呢？这我来请教这批分这到底是咱不可为，所以无做。是讲人国外的环境，所以袂当安尼做，还是讲是什么原因，咱无法度来提升像安尼理事长安尼，听起来是安尼30年的经验咯，40年的经验，靠10年。咱讲国语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啊，台语叫物件愈少，应该是愈贵嘛。即卖是欠赛车的人，但是咱赛车的人的薪水是安怎无搁较济提升？对，我这有一个报告这是。游览车的营运状况的报告，咱看，逐年，咱游览车司机的平均薪资啦，108年是2.7万，2.7万，这是咱平均薪资，从4.1万到3.7万拢有，这甲咱朱启麟的资料差不多这是甲奖金甲本薪拆开来看。咱的薪水哪会遮低啦？咱不是在欠司机吗？是安怎咱的薪资待遇无法度提升呢？这是一个问题。头拄仔咱有讲评鉴伫咧倒，评鉴伫咧倒。大家如果去那个监理站的网站上面，都有咱游览车的评鉴。你看，这是游览车的评鉴。咱这道出代志的赣船运通公司，伊的评鉴的评比是啥？是甲等啦。甲等，价定的上面还有一个优等，但是你是一个要坐车的人，你敢会去顶悬去看？你袂嘛？但是你要看伊的内容是啥物，你看袂出来。看不出，可能咱啥无啦。这是最笼统的一个评比啦，平常人嘛袂去看。这就是咱今嘛政府对于咱这个游览车需要的头家啦。伊的管控的手段是真少啊！这是公车、游览车、咱货运啊，这个行业共同的现象。是，拢共同安尼你是我甲你请教游览车司机大哥拖拉机的司机大哥，甲公车司机大哥，薪水显然有差别咯。有差别。上好的应该是拖拉机的司机。古早是游览车司机免目乌，游览车司机免目乌免搬动，较稳定的。上 OK， 对。但是因为这市场的这机制变化，我拄则讲一句猪母若食无本，猪仔囝样样准所以目前留袂掉人嘛是这个原因啦。
搁再加上外部环境恶化，对，你今日违规一项，监理机关是追杀到底，唔是罚你一个当场这个红单尔呢，甲你记点，然后连做到你公司的评比要这个评鉴要降等，一行站加。啊，伊无安尼站加，伊无安尼管制，那是。所以这代志呢，愈来愈歹，变没有，不是这样子做法。所谓的管理，不是只有罚，除了罚，现在的公路总局就只有罚啊，他没有其他的招了啦，没有招了啦，他只有重罚。我甚至家己建议讲，那安尼违规的人哦，拢家己爱清杀，安尼后摆就无人会违规啊。这今天就是说，你治理的人，整个游览车的产业的这种。职场的转化，你今天行政单位的目的是怎么样？这个当中你要懂得投的人要懂得调和顶耐嘛，对，参一个检查的，王国才事件几大个验到啊，重新改造改造有效无？愈烂，到目前就是愈烂尔。你今天我骂一句讲治理无方的蠢才治国。所以李市长，你的意见就是讲。袂使干那一直发，爱甲辅导，互伊健全。对。那么我会听起来，头仔你的感觉是讲，即摆市场已经无健全啊嘛，无人客嘛。结构不健全，市场呢扭曲了。咱即摆是无人客，对不是？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因为老年化的社会，然后以及我们游览车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靠行这里面就产生过很大的问题啦。那我也提出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那么以及前院会通过的，要弄一个所谓的合作社化。我当时的我当时的 idea 就是说，我写出来的 proposal 就是说，我今天把这些游泳伞兵公司没有办法去进行管理的靠行的，靠行的来，高文家规定都挖了。这个当中，我除了能够比较精细的去进行教育很重要。教育今日你教育就是讲，包括到他这个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里面的游戏规则你要懂，不是刚才去甲遐问，哎呀，叫地水无，要地水无，很丢脸。就是说有没有 commission 啦？这很丢脸。那我们是在想说，你今天从这个产业的游戏规则、产业里面的这种所谓的传承，你要接收到所以我要弄一个。所以你这个建议，合作社的建议无用采纳。我无应该我送啊，这个proposal无应该我送。立法院宴会通过了后，我马上就弄一套出来，送入去。我都安那伊想尽办法，就要甲我动落来。局长陈彦博，迄阵系局长陈彦博，我甲讲我今天提出这个方案，就是你看那一窟鼻啊，吸水已经有氧化，滋生蚊虫了，这中间也影响到周遭的环境。我这种比喻很恰当嘛？我给你建议的引活水进来，对不对？你再藻类先去清的，内部管理。引活水力啊，对新的方法进来。所以总共一句，伊无给你采纳。对，总共一句唔是无应该必了送，你来送可能好。无啦，既然避掉理事长，你安尼才自清着，你来送伊研究定啊。因为你的人好配合，言容自在我的人西水共西甲抓一板一眼，没有这个雨露均沾的空间啦。OK。敢就还佫是讲较白足歹听的。无，咱即摆有观众朋友，你讲白袂要紧哦。我袂记讲电视台咧甲我翕。你讲大白话袂要紧哦。我这社会就即摆目前的官场就是安尼嘛。这摊你来送要怎啊？然后后壁阮也无，然后采个什么股份的，有的没这袂使佫讲甲佫伤。安尼我互别人来讲副理事长。你知影这项代志，讲是安怎无赞成这个合作社的概念？因为其实计程车司机因过去嘛靠行的，嘛是有租过这个合作社，慢慢互司机朋友当做简单。虽然上后尾最后是资本化啦，
但是这有可行性无？因为这头拄仔理事长所讲的这其实咱拢就是讲这是一个交通安全的问题，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产业伊有健康甲无健康的问题啦。即摆立法院准备要做啊嘛，要做交通安全基本法，17个案全部提出去，到底倒一个案会过？唔知啦大家为着交通安全的代志，请立法委员一直写讲我要立法要规定啦，要叫大家交通安全啦但是请问各位啊，为着交通安全，你敢有甘愿开钱出来买？咱今仔就这问题嘛咱这个司机你爱互伊好的路动条件。时间伤长，你也请第二个，大家敢有甘愿出来开钱来买这安全？你的意思是讲，问民众愿意甲票价提悬来坐这车？对，为着要做这嘛业者当然伊一定会竞争会拼价效嘛，对不对？即摆是供过于求嘛，大家一定会拼价效嘛。所以咱上加价效，司机的这个薪水敢要甲规定起来？我即摆讲代是足困难，因为。为什么安尼？因为，就准拄讲日本伊安尼有管制上加的这个价效来讲日本有出包啦。伊是安怎做？就是迄旅行社去甲这个游览车公司包一架车，依照政府规定，咱好似讲10万块好啊，10万块，如果照上加的价效10万块包互伊，但是这10万块加人拼袂赢嘛。所以，甲旅行社讲你甲我搁收一个手续费啦，从我这个游览车公司搁摕2万块，互伊讲这是2万块的手续费，互伊啦。结果，这个游览车公司是几万块去包掉，伊8万块就包掉啦。伊是安尼啊，日本人有安尼舞啦。结果，这互政府发觉啊，来，业者叫来泡地啦。所以这要管制是真困难的代志，但是咱制度有爱做，咱。基本这个产业为着安全，上加成本爱控制伫对，这件代志一定要做好。所以，副理事长，你安尼头早讲起来是，是不为呀，唔是不能呀。是。但有种讲法即我要请教着批分有种讲法是讲台湾的市场伤小，伤小了后你整个竞争的环境就变做变态，变做大家就是爱。变做无势头，就爱硬去拼这势头，就价小较低来得标，就是因为市场无够大，大家无爱坐，敢是如此？应该爱讲啦，咱即马伫咧咱台湾的社会，对这款非典型的劳动的现况，比如讲外送员，比如讲咱靠行的司机，这款甲咱坐办公室的工势头啦，较无共啊。很多官员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规范他们。就我所知，游览车工会有一个互助会的一个模式啦，这个你就是在互助会里面出了一些事故，或者是有人命的损失，可以在上面互相彼此做协助啦。它就是在能够让我们今天团结力量大嘛。但今天这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已经很扭曲的市场底下，我们对于交通安全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是司法层面吗？是我们的交通的相关违规记点制度吗？我就举个例子，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一个叫做健全运通公司，它在2021年在新北市一样超车不当。A 到的不是汽车 ，A 到的是骑机车的朋友。机车上面有2个人，造成很严重的伤害，结果赔了几百万。这是2021年发生的事情。这2天进前哈。对，港捷的公司，我就问啦，今天我们先不要讲，今天这个案子的司机过去有10次违规，9次超速，1次违规停车。今天如果我们发现，过去整个司法体系，还有我们的交通违规的数据，都已经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公司是一个高风险的公司了。它是不是在劳动上面有疑虑？它是不是在经营上面有困难？是的，
譬如你即摆咧讲的吼，就是讲诶管制手段啦，吼，看伊过去的即数据啦，应该要做更加搁较强制管制。但是你听我讲，为什么今麦这么多的不适任驾驶无法淘汰？因为咱今麦真侪开游览车的司机，想要离开的原因是啥？收入不多啦。啊。再来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客源不确定啦。啊。就是因为刚主持人讲的，咱市场已经足变态啊，所以咱伫咧，我是一个头家啦，我要用司机的时阵，我无法度用真好的介绍，请足赞的司机。我头下想甲你打断，就是讲，他拄仔理事长有讲，就是讲你可能总局你袂当一直发，你就干那一直咧发啊尔，你就爱甲他辅导，吼啊，甲你他比如你他所讲的，敢会顶打去？咱交通部下骹是公路总局，但今麦这个问题是交通部甲劳动部两个爱合作伙来处理的代志啦。就是讲，袂使一直发，你劳动条件你不处理，你不稽查，你 A、B 随身碟去查出行记录，这个在过去非常多的案例，甚至我自己在长期研究公车业界。你先停一下吼，你先停一下，讲观众朋友知吼，什么叫 A、B 迄个 USB 的随身碟，迄什么意思？讲观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吼，我今嘛超时工作，我如果被查到，这个劳基法罚很重，所以我实际上开车的迄个记录，甲我摕互劳动局检查的迄随身碟是无共的。哦，来小要管小意思啦，这有抓到过，对，所以劳动问题跟交通监理这个要一起谈，不可以一直罚一球蘑菇一点对，哎，所以今嘛用这所谓科技管理哦，唔是咧解决问题，是咧制造问题，今日足简单的，这因伫进前。特别整这 GPS， 因为当中有涉及到人模不彰，经过交通委员会的李鸿金，现在是监察院院长，在104年的时候，还有杨立款开公听会，裁定说违法，驳回，在106年就因为那个所谓的公路总局又把这个死案。给翻过来复活了，只因为一个委员，单一委员开协调会，所以就专讲要互过啊，要互过就是要互过嘛。郑英梦甲我呛讲，长的，我甲你讲你若不服你去申请大法官释宪，唔知何年何月再落来这个当中这一句话的怕死啊嘛，那所以现在有运用这个所谓的 GPS。请问这次的肇事 ，GPS 能提供什么资讯来协助？没有。当初是要挂这 GPS 是为了要创啥物？为了说要完全掌控你们。然后他认为有 GPS 是万能的，但是他不知道说 GPS。就看你有车有安尼咧扫安尼。无法度看。无就装这是要创？我装这因为当时阮装落去的时候，阮要自己付费。这不是客运呢？为他时间的这种所谓的路线的控制，阮装落了后，阮是干那纳钱，然后这个每个月300块，全国即马15000台，以前18000台莫讲，15000台每个月你就450万通我收啦，叫一个工读生过遐期待就好。借问这是不是一笔好买卖？伊讲 GPS 本来在法的这种定位上面就不可以作为取缔的标准啊。有啊，今年年初到6、7月的时候，总共开30几张单，公路翻的9千起跳呢。迄是用 GPS 做证据，来开发的。对啊，问题它是30秒才传输一次嘛，30秒也在做偌济头路啊呢，有的脚好手囝生骨落去啊呢，伊就硬买，所以我要求说不要再接给，因为在这一块我们今天我是车主。我外口有几台车在走，我随时掌握他们的资讯，
对不对？甲塞去卖嘞，对不？塞去厂嘞，我 GPS 一查就知道，这是我们民众自主行为可以接受的地方。啊，你公部门用这 GPS 搁甲阮开单，那本身就已经违宪了嘛。但是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哦。啊 ，GPS 即摆衍生出来就是吼，会连接你所这。结婚了嘿。最近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 T bus， 什么是 T bus？ 像即摆你遮阿做你的通告内底有写一个讲，哦，这个现在要降低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所谓的驾驶的这个所谓的任用资格哦的门槛，还有车辆的任用门槛，你都开始啊，但书附带条件，你要装有先进的辅助系统。问题伊这8项的辅助系统，包括几项讲一个 monitor 对着驾驶，这当中你到时候他会要求你双驾驶。比方说，拄则恁咧讲超过时间的运作，换一个，换一个司机，哦，啊，唔是干咧形式上的换，也要纸上作业换呢，他要抓你这个，所以说从头到尾就讲，安尼好啊，他为你作假，歹势主因头先就无应该有这个物件，一个源头管理不是这样玩的啊，你今日要用这物件来控制阮，它有没有必要性？有必要性无？其实无公司的问题呢。无工时的问题。咱台湾的游览车，台湾一条汉子仔囝，所有用车的习惯内底，虽然多元多样，但是你今日拢用这个所谓的劳动部劳动基准法来规定吼，这所谓工时。你讲这个真趣味吼，就是讲台湾这小小汉子仔囝，所以其实疲劳驾驶是自身的状态，唔是讲这时间的长久的问题。客运的才会。客运的才会。对，伊就固定班点嘛。因到这个问题，游览车司机啊，我甲你讲啊，行两脚步就转的啦，行两脚步啊再转一个啦，对不？超时工作超时，还是你在那边delay时间超时。哦。所以劳动部本来嘛，劳动基准法来对，因为我们不是固定工作处所。哎，刷叮当的哈。对，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叫做。弹性工时可以对应，跟它餐饮业价港。不，这个当中2周总工时，这叫变形工时嘛。2周总工时也可以对应，不会讲说，我今日是人请的司机，我做个下久，对不？人家是讲我车主做4环境，就要加谈2小时，不会。他这个弹性工时就是说，你不要超过你的负荷，因为我们在运作的时候，大小的差足多。然后这个所谓监理时间落差也很大，透早下就规定变去讲到高雄就等来规工菜的，所以各种太阳不一样嘛，你何不采取劳动这个所谓的弹性工时？无甲你采纳。当然有，你采纳落伊就无人要算啊嘛。伊今日要陪你刷卡机，几百甲买啊？几百甲你买啊？这我请教的这个副理事长。是这情形，你理解甲理事长理解有共？你哪会接受这啊？你唔知这咧武啥？日本吼嘛有差不多的制度啦，吼，就是讲你开始摸到车啊，不管你是有咧开也无咧开，吼，日本话讲叫做科索之间，就是开始你摸到车到手放手了，吼，全部加起来这个总共的时间，吼，这是科索之间，就是你开始上班啊，中开车有咧开的时间。这是真正有咧开车的时间，稳定一间。啊，中你有休困无？无，这个休困叫休困，中这连续的，才去分讲这是连续稳定一间，一直咧开无停的，哦，这要分开安尼管理，哦，你全部自摸到车开始，不管你有开无开，即摆日本管13点钟，迄就是遐写13点钟。13点钟，嘿。啊，台湾管较少，哦，台湾管10点钟。11点钟啦，吼，这关较少。无最近改12点钟啊。改12点钟啊。改12点钟啊。但是总共来讲，这个部分是比日本搁较低淡寡吼。但是日本的意思是讲，你累积起来是13点钟，还是对头一点到上后尾你离开驾驶座13点钟？对，到离开为止。但是要注意哦，中这13点钟中
下当去开的总共时间，吼，日本是9点钟尔，啊，台湾是10点钟，吼，咱小可比人长1点点啊。所以你有赞同他理事长所讲的，那种其实咱台湾的地理环境甲日本无同，伊可能球手吼，赛可能有一直赛8、9点钟，啊，台湾你要赛8、9点钟的游览车，可能要赛去太平洋内面。是不是安尼？因有可能你若行山路啦吼，行停，会安尼连线，会安尼啊到遮放1点10分钟，大家放尿起来，啊这有嘛无休困着啦，吼！你连线中这中吼伊是规定讲，你上无你爱休困30分钟去互人小眯者啦吼，啊你这。全部这扣掉，但是讲到底，你有赞成理事长，因为有实际经验嘛。是。你台湾可能，你若讲要叫一个司机朋友代哥吼，对台北驶9点钟的车拢踮咧驶，我实在是讲，敢若有一种车啦，即马有一种广告车，咱一定甲注文讲，你著爱甲我驶9点钟，大街小巷来驶。伊若停落来，咱就随甲敲电话，你哪停在遮？啊，叫你一直移动。假如讲引用日本的制度，也就是奥运的制度，它的地理的这种环境因素你要考量，以及他们受这个领的钱的这种太阳你也要考量。台湾的生态有别于国外，不能引用进来。但只是讲能够引用它优质的部分进来，而不是拿它的这个优质来彰显，说一定要套在我适用的进来，不能说哦。我刚引用一个讲一条一条检查啦。对，而且这些东西不能背离目前我们市场的实际操作，以及经验咱家己的生态。对，来做这样的一个调和才对。就我感觉有趣味的，就是讲咱即摆这个坐游览车的人数其实减少去。对。吼，比这个迄阵时有迄个中国来的旅客。差真多。但是总共分为2个阶段嘛，陆客来之后大量开放的这个游览车牌照嘛，当然它大量是针对特定对象啦，所以针对特定对象。对。理事长这什么意思？那么你大家体会嘛，这个当中呢，无你要甲咱观众朋友讲白话哦。人客唔捌甲遮深啦，因嘛无需要捌甲遮深啦，因捌甲遮深暗时惊困袂去啦。你讲下咧，就是针对着特定的对象开放互因来驶车。对比方说一般的小资小户是不可能互你去清白嘛，伊讲提供一个所谓的基本营业额嘛，或是你用这个所谓的所以你缴税的公司。对啦，所以他最近几年一直在推一个品牌化嘛，规模化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品牌规模科技嘛，它就是用这个很富丽堂皇的一个名词但是迄阵时来追求他要的东西。中国人客来了后，事实上迄个品质敢有提升？我即马今日出去外口叫这司机二个精啦。无啦。为什么？足简单的嘛，这司机做有食无趁走，伊当然就是伊今日就是满钱手来出，所以造成这司机。上线之后，对不？上线之后，伊只有是家己想办法，加赚2钱钱，有出来赛车就是要赚钱嘛。这个当中会踩到一些所谓灰色地带嘛，所以讲他们也比较不受控，因为他们不是这种传承上来的驾驶嘛。所以我曾经伫阿关的节目嘛是安尼讲啊，这侪司机摸出来，对都摸出来，我唔知有差别吗？当然没有差别，一样开车混生活嘛。但是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观念那么游览车的生态他们不知道嘛，国里的生态他们不知道，然后这中间就产生真多无必要的哇，这讲起来是看这就因为我要问撇分这因为这个中国的旅客，当然这差不多6、7档来拢完全无去啊。所以真侪司机朋友拢离开这行。对。头拄理事长也讲，你爱辅导，爱好譬如讲，你有赞成理事长啥讲？客行的司机朋友，互因做合作社，互伊来成长，会当互伊来做规范，来自我管理。应该是合作社，还是互助会？这个是现行在游览车工会上面已经有在运作的。不管是什么，这个都是跟我们的
劳动的环境，我们那种劳保健保上下班打卡，还是就无休想哎，这个你要用一个办法去管理。那再来说，我们今天陆客不来了，那怎么办？其实我们游览车很多是去接交通车的业务。这边跟大家举个例子，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这个教育部要开放到68岁的驾驶也可以来开车。为什么？因为没人要开车啦，没人要开车。但是为什么？咱这个交通车的这个业务是我们游览车工会来出面说明，就是因为我们游览车接很多我们交通车的这个案子嘛，学校交通车的，所以我们今天开放68岁，以为就可以解决了我们司机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游览车工会这个理事长鲁孝雅他是说什么？他说现行接这个案子叫做用公里以及人头数来计费啦，那我这样我要赚什么钱？我当然宁愿不去接啊，所以。讲到头，用公开驶偌济公里，啊，甲几个人头来算你的业绩，袂好啊！谁要去接你这个学校的案子嘞？所以因为这样子，才没有人要来接，而不是你放宽年纪。你不了解人家用心良苦了，多设一个机器在那边做这些数据的统计，这机器你们找一个车队，你要买去做机器啦，你哪安尼？意思你讲啊真白安尼，这我听有啦，小我听有啦，小我听有啦，这有影才通讲哦。我就出去啦，要啥？我无刷卡机要怎？这刷卡机要怎啥？游览车饲一个司机就饲袂饱。所以你听我讲哦，为什么要饲两个司机？即摆咧管理的方式就是爱资本化，爱资本化，爱科技化，啊，搁一个叫做品牌。品牌化，对啊，品牌伊上后塞的，迄阵甲统联的关系上好啦，上后塞啊，统联的有叫塞甲屁屁波巴多，那游览部收起来，对吧？我迄个国公的收起来，伊毋是安怎弄安怎人安怎死啊？毋是拢共阮腰盾。咱因为时间也有限，其实咱今仔日咱搁会来请3位来宾咱过来讲但是。这短1点钟以来咱有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到底要安怎以后要来避免到这种伤害？不管是对司机朋友也好，无公平的现象，还是讲对咱一般大众要坐这游览车的时阵，要注意到什么？应该安怎来一刀切落去，有通马上来改进。免讲头要改100%，就开始会当好好啊来改，理事长。我甲你报告啦，你要听真的还是？当然听真的，咱新港界完全讲真话。听我讲好难无？无，人政府人用心良苦，甲恁讲甲恁帮，这个无全世界无人安尼规定的，咱就干那咱台湾政府有啊，对不？公务机关用车3年来，下机关5年来，一般社团7年。我问当时的陈局长啊，陈景元局长，我讲局长啊，那。第8年我这兄弟要叫伊驶台湾海峡，驶太平洋线条我要驶唔到边个对你歹势，这个是什么王八蛋的作为？这王八蛋的作为，今日一架欧洲车，人家国际公认是25年的寿命，来甲你台湾即马阮甲同僚咧吊车嘛是拢人客的要求3内5内，有当时就甲我讲必条你有几内的，我0内啊，终身保固安尼好无？既然已经符合国家的标准，检验通过了，这个超过10年来1年3次呢，我现在还因为你的行政命令，我现在不能去拿这个车上，对不对？这个政策绑标嘛，为什么？迄阵等咧胖，等咧红嘛，有每年啊摔起跌落来了，旧车，敢是因为旧车？唔是啊，袂晓驶啊，对吧？弄迄2个驾驶买啊，伊讲我死的一个啊。都觉得赛无人知，这只是你管理上已经出现盲点了，那你要去补救。所以这头一站，这是管制车辆的这个内涵呐。是啊，这应该。无伊也不要杀啥韩国台务啊，399杀的时399吃到饱，上经济啊，问题你也必驱逐良币啊，你会讲去买一只几千万的欧洲车，你读个歹去来哦，甲比较感官空，就安尼吗？所以说政策绑标一路来就是这样玩嘛，
我讲了有清楚无？我你也保证我平安哦。无啦，观众朋友一定会保证你的平安。还有第二件哦，佫有啥物通好来改？第二件，今日伊就是用这个物件来咧误导用车的民众嘛。安那误导，除了离婚的这样，伊甲你讲伊的你要上监理网站去看他的资讯，他的资讯揭露，我跟你讲未必是正确的。他到底有讲过，你讲假酒塞车，其实伊是骑欧多拜假酒。很多资讯根本不切实啊，所以讲要挂那个所谓的满江红太容易了啊。我就讲一个计程车司机载6个人去伊下课啊停业2个月啊，为什么？我就人家缀伊后壁就好啊，我要互你无头路多简单的啊，对不？你咧上人客，无可能合法地方嘛，对不？你落人客嘛，搁一张啊，对不？12点就下课啊，对不对？可以这样玩吗？很多东西外部你要去配合。另外，从事游览车这一份工作，你每一个人每天要面对的是路况、车况，对吧？很多特殊技能，为什么我讲了 N 多年？麻烦你把它转给劳动部做特殊技能的专班训练，有无啊？有无插入啊？发到啊，对不？有人违规唔到，然后开单。安尼啊，我甲公路总局伫每年了后，然后我们大力的建言之后才有回信嘛，因为内底有下3年1次的回信。回信你甲后壁规定这赛车朋友交给给我，为什么？没有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效益嘛。大家坐遐困一天困好看嘛，因为无法度伫课堂上。端出牛肉来，对，端出牛肉来嘛。在去年我还帮他们规划一个滚动式的教学内容，就不会出去啊，你啊，不如大家跟你说啊，每年还在这样更扯的是，每年要求每一家公司对他所辖的驾驶要通常要回来上课，啊，谁来当讲师？对不对？啊，你没有回来上课。我跟你讲，你公司就评比就降下来了。对不啊？对，所以讲这小说胡说八道，头家连赛车就不让，你要叫上来上课啦，叫内底一条都经有一只会抬袂啦，啊，公部门无愿意伫咧这个用力想办法帮伊开班开啥？无啊，恁企业要用人，恁企业要负责。我当时摕到驾照是安怎摕到？我的混入去混进去，因为当时已经挂士官了，不可以去受这种驾驶训练。我大迄个时代是有驾驶兵无驾驶官嘛，我过混进去拿一张驾照，老我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讲，这教囡仔你就是主官阶级啊，你是安怎佫走来只？那伊安怎讲？他的眼光啊，较早大陆过来遐阿边过来，还嘛是无啥物文化啦，因为我起码有讲的文化，但是有宏观的角度。好啦，反正你在部队里面鬼混啦，那一天到晚在那。我觉得机灵哎。那你今天来这里既然这样，好好学啦。你只要没有离开中华民国啊，也是一样为国家所用，那种宏观的角度啊，对吧？那我像像你去要用人，油咱遮驾驶唔是油门打得到掂就会使呢，油吹了就行会使呢，对吧？在汽车结构、汽车原理，今麦你问这赛车朋友知无？你咧讲遐死啊骨头，无奈啊！我愈听愈感觉去惊人。来，上后面2分钟，我请2位来。我其实赞成讲李处长所讲的，这咱本身这个产业的体制其实经营上是真困难啦咱爱想着讲前几冬这个 COVID-19 的时阵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公里数是无啥物变化其实年份到啊，其实这也无甲偌老啊，即摆时间到开始这也袂当啊。对啊，抬掉啊，对不对？所以佫刷来这压力就落来啊嘛头拄李处长讲的运安会嘛有捌调查过啊，讲这个司机开到山顶无动啊，讲有听到比毋知咧比啥，迄比就是无爱啊咧比呢。你的时间伤短了，这件我咧讲啦，腾龙啦。我写的运安会，因为拢外路啦，唔敢用啦，因为会去武师啊，车底厂啦。咱会过来邀请李处长来，上后面1分钟配分。好。
这是咱 Wikipedia 顶挂了，咱蝶恋花事件的2017年的代志啦。今仔日2023年哦，敢会几工了后，我们就只是一个维基百科上面的一个条目吗？2017年的时候，主要的事件就是超速以及司机过劳嘛。那为什么到2023年还没有改变？产业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但是刚刚毕雕都一讲，我们的政府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下重手，真正重心的过劳、司机的薪资上面不处理，那些看似安全的问题很重要，没错，车体年龄也很重要，但是你太喵了吧？你完全搞错重点了，这是我们所关注的，应该要跨部会来合作，台湾的这个游览车运输业才会。